为减轻民众租厝的负担，中央通过300亿的租金补贴专案，透过户数的加码加金额的加码，减轻租厝租金的压力。预计台南收费将有4万户。不过，议员陈一丁上午透过都发局的业务报告甲质询，希望市府会用比较高雄市来增加户数。不过，都发局回应，因为政策是中央一致的，如果增加户数，一档可能需要4亿的经费。如果我们把它的资格放宽，那是不是就有更多市民朋友有机会可以来申请？所以户数的部分，或许中央其实也会给予全力的资源啦。但是资格的部分呢，我们台南市这边是不是可以去做这个资格的放宽，然后让更多市民朋友有机会来申请，或许也能够增加申请的意愿啊。因为这个资格条件，这一次的话是中央统一规定，是。所以你这个台南市部门要资格放宽了，就等于市政府自己要吸收，要吸收。是，那我想高雄可以这么做啦，那我想我们台南，因为我们也希望说有更多的市民朋友，不管是年轻的青年朋友啦、小家庭，或是有育儿家庭，可以减轻他们的负担啦，所以我想高雄这样的做法了，不管是户数的加码，或者是资格的放宽，我想这对于民众来讲都是很有感的政策啦，但当然。增加的资格放宽资格之后，它可能增加的这个部分要用到市政府的预算但是我想，如果可以协助到市民朋友的话，我想大家还是很乐观其成所以我想这个部分在资格上，局长这边是不是可以再来讨论一下？因为目前还是在申请期限当中啦所以也是希望说局长这边可以再去思考一下，是不是可以对台南市市民有一个更好的做法。除了争取租金的补贴加码。另外，伫个城镇的服务改造方面，园区里里嘛批评，因为欠缺社区的连接，造成点甲点之间无法度连接成一个面。如何推广城镇的发展？如果加上后续的维护欠缺，一寡校网桥或者是主教的计划，容易成为一个脏乱的点。对此，都发局长嘛回应，未来管理的维护嘛将列为审查的重点。台南新闻林跟杨顺怀采访报道。